怎麼會讓公子當闖進來？大王把這披香殿賜給了姑母，別人自然沒有膽量來。可是那公子當不同，他是大王的嫡子，王后對他言聽計從，有一心想捧他做太子，讓他養成了横行霸道的脾气。除了大王，誰敢招惹他呀？他真的会当太子吗？唉，這太子之位原本是華兒的，可如今華兒被分封出去了，公子當又有王後做後台，眼下不好說了。也就是說，這秦國的天下有一日會落到公子當的手裡。怡兒，你若能讓大王回心轉意，這天下還是你華哥哥的。怡兒盡力了，但成效不大。大王的心思說變就變，你年輕貌美，有的是機会。也罢，这2日园子裡你就不要再去了。若是那公子當再来挑釁，你不妨告訴他，就算你能饒了他，大王也饶不了他。是，姑母。大王，喝口水。这水的滋味不错，是位于那个女子送来的，说是用竹叶煎的水，去火最好了。大王，您觉得位于那个女子怎么样？明艳动人。那为何不纳她为妃？老奴不懂。她那脸蛋后面有些東西，寡人看不清楚。這竹葉水，寡人不喝了。是。太醫說，寡人陰傷氣耗，過分清火，只怕也不好。既然大王看不清楚，老奴就更是老眼昏花了。大王，這兒還有貝母梨羹，是米八子聽說大王久咳不癒，特地派人剛剛送來的，您嘗嘗。芈月，好久沒有來過承明殿了。是大王不讓他來的。是他要誠心遠着寡人。哪能呢？回頭大王下道旨，讓他日日到承明殿來陪伴着大王便是了。沒用的。寡人說的是，他的心離寡人越來越遠。不看了，出去走走吧。是。大王来了。大王，免礼。你看你，继兒都這麼大了，你還在園子裡面弄得一手泥污，宮中的人都說寡人最寵幸你。這話大概除了寡人自己，誰能相信？大王認識我的時候，我就是這樣。眼下大王是巴望着我變得和以往不同，還是和從前一樣？你呀，寡人是心疼你這雙手。
玉兒受寵若驚。寡人不要月兒受寵若驚，而是大王之意，玉兒明白。是什么香味儿？玉兒从来不熏香。不是熏香，很提神啊。是不是这个味道？不错。这是什麼藥材？這叫銀丹草。前些日子，女醫治告訴我，說園子裡有一味草藥，氣味清香，提神解鬱，還能夠防治蚊蟲。臣妾問出了草藥的名字，想多採一些做成香囊，讓繼兒和交房店的人都能配在身上。它真的有防治蚊蟲之功效？多少有一些，至少求個安心吧。好，寡人喜歡這味道，給寡人做2個，送到成明殿去。是。今晚就送過去。是。大王，咱們還要不要在這園子裡再逛逛啊？不用了，回成明殿去。老奴看這園子還真挺好的，這才逛了多大一會兒啊，就感到渾身精氣神兒倍兒足。老東西，成精了。公子，這丫頭果真每日這個時辰在這兒練箜篌啊？沒錯，有人看見她，說4、5日了。哎，她那麼野，怎麼可能是魏國公主啊？魏王是她的父親，魏夫人是她的姑母，這還有講？哦，哎，能被公子看上的女子，真不知長得何等模樣啊！羞花閉月，儀態萬端。公子，她可是拿棗打你來着？哎呀，這正是讓本公子最心動的地方。敢打本公子的人，這世上除了他，沒有第二個。而且就算他用棗子丟我，那也是身輕靈巧，矯若游龍。